来看今年这全国头一件石虎落雪的事件呢，就发生伫中华河美的美港公路。今仔日透早的时阵，是有民众伫路边去发现一只死去的石虎。农业处表示讲，初步判断这是一只母的成年的石虎，有可能就是过车路的时阵去互弄死的。 车辆来来去去的车路，有一只石虎就安尼停伫路边，已经明显死亡。初五透早伫中华河美美港公路的路边，有民众发现一只保育类的石虎死亡，随通报机关处理。这也是今年全国头一件的石虎落雪事件。 7点40几分的时候跟我讲说，他去上班的时候看到，要我赶快来处理。因为石虎是保育类啊，所以在路的中间那边，我们也很怕二次伤害啊，就请民众帮我一起把它移到路边一点。 中华台61线美港公路就伫乌溪边啊，附近嘛有农田。中华县农业处表示，这只石虎有可能是为要找食的，过车路时阵不幸互车弄到。初步研判是一只母的成年的石虎，会搁送去南投生物多样所进一步研究分析。依照现场研判，应该是石虎经由无锡跨越到台61线，不幸被车子撞击。 让石虎的个体，县府这边已经送往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进行解剖分析研究。中华县政府表示，透过石虎的监测资料显示，河美镇台61线乌溪附近是石虎活动的热区，附近车路拢有采告示牌，提醒用路人爱注意石虎。随后嘛通知公路总局，针对这路段评估相关的应用措施，避免搁再发生石虎互车弄死的事故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